大家好，歡迎收聽 Lift Home Run。今日呢一集想同大家講下 Zone 2 Training。之前有14位運動界別嘅專家聯合出咗一篇論文，定義咩係 Zone 2 Training。我自己咧都係睇 YouTube 消化翻嚟嘅。今集就整咗個懶人包，如果想睇詳細啲，可以去睇翻佢哋嘅影片。首先講下專家嘅定義，第一就係 VT1 或者 LT1，即係第一個乳酸閥值。第二，最大心率嘅70% 至80% 中間。第三，乳酸濃度1至2嘅 millimole。以我嘅理解啦，即係馬拉松配速正負30秒左右。而實踐 Zone 2 Training 嘅方法主要有3種。第一 LSD， 即係長距離慢跑。第二長課。第三花力。而喺張修修嘅原文呢，係用連續法、可變連續法同埋間歇法去表達嘅。而 Zone 2 Training 嘅練法係需要連續跑2個鐘頭或者以上，心率維持喺最大心率嘅67至到82% 中間，而且可以跑連續1個鐘至到3個鐘，心率都係維持唔漂移嘅。之後就講實際嘅操作，先講 LSD 長距離慢跑點練，就係跑 Zone 2 2個鐘頭或者以上，心率都係維持不變 ，keep 住喺最大心率67至82% 中間。之後講長課，就係先跑 Zone 2，然後跑 Zone 1，然後跑 Zone 2，然後跑 Zone 1，如此類推。重點咧都係有之前個2點嘅，即係連續跑2個鐘頭或者以上，同埋心率都係唔漂移。簡單啲嘅講法就係跑 Zone 2跑到攰就慢跑 Zone 1，休息夠啦就再加速跑翻 Zone 2。最後就講花力或者叫 interval 模式咧，係先跑 Zone 4或者 Zone 5，然後咧就用 Zone 2 慢跑做休息。呢度有2個重點嘅，第一就係跑 interval， 但係中間嘅休息咧變成快 jog， 即係 Zone 2啦。第二，休息比例1:1，即係咧例如跑4分鐘嘅快跑，就跑翻4分鐘嘅 Zone 2做慢跑。花力咧喺廣義上咧可以當做 interval， 但係中間嘅休息唔係原地休息，而係慢跑休息。以我嘅理解咧，呢種練法可以叫做花力或者 interval 啦。而 interval 嘅休息方法有2種，第一種係原地休息，第二種係慢跑休息。而慢跑休息咧都有2種嘅 jog 法嘅，第一種就係快 jog， 第二種就係慢 jog。而 Zone 2 Training 咧就係屬於快 jog 嗰一種。講咁耐，練 Zone 2有咩好處咧？就係可以提升你嘅有氧耐力啦，增強線粒體功能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可以令你跑快啲啦。最後，我想講自己嘅睇法。我諗好多運動員對訓練嘅睇法都係用體感行先，而 Zone 2 Training 咧即係慢跑。根據咧加拿大 NCCP 教練嘅定義啦，慢跑即係 conversational pace， 一個可以輕鬆傾到偈嘅步速。對一般跑者嚟到講咧，連續跑2個鐘頭係好唔 practical 嘅訓練，最多1個星期咧都可以淨係做1次呢一種嘅長跑。而點樣咧唔跑2個鐘頭都有 Zone 2 Training 嘅效果咧？就係跑 progressive run 啦，即係漸進式嘅跑法。詳情可以睇翻我同潘博士訪問嗰條 Zone 2 Training 嘅影片。你又會點樣練 Zone 2 Training 咧？歡迎留言講下你嘅方法。多謝收聽，拜拜。多謝收睇，如果想睇多啲跑步資訊，歡迎去我 IG。如果想睇更深入嘅跑步 program，歡迎去我 Patreon。而家仲有7日免費試用，多謝收看，拜拜。